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。梁頌恆及游蕙禎被高院裁定失去議員資格。多數香港人的第一感覺是活該，第二感覺還是活該。兩名小學雞有議員不做，偏要無事生非，將莊嚴的宣誓儀式變成宣讀及辱華鬧劇，結果自作自受，議員美夢成空，高薪厚祿化為泡影。要怪只能怪自己太白痴。這道涼瓜炒鮮魷，堪稱司法機構近年難得一見的佳作。法官稱無論釋法與否，結果都是一樣。實際上這一裁決正符合釋法精神，令人拍手稱快。事實證明，人可以得意，但不可以忘形。兩名小學雞意外獲得2.3萬選票而進入立法會，以為從此踏上青雲路，一朝得志，語無倫次，還沒正式坐上議員席便急於嘩眾取寵，終於弄巧成拙，雙雙淪為失業廢青，還要為巨額訟費埋單，而且連累那班議員助理也丟掉飯碗，真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。所以說，小學雞就是小學雞，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，勉強抬入立法會也無福消受。最好笑的是兩名小學雞還在死撐，聲稱為了堅持真理，守護香港的文明制度，即使傾家蕩產也會奮戰到底云云，這叫不見棺材不流淚。他們喜歡自取其辱，旁人無權置喙，但不得不提醒的是，搗亂、失敗，再搗亂，再失敗，直至滅亡。這個道理他們懂嗎？難為小學雞開口真理，閉口文明，其實他們的行為恰恰與真理、文明背道而馳。至於小學雞揚言去信英國求助及投訴，更是不知所謂。他們在香港胡作非為，英國何德何能干涉？講多無謂，食多會滯。他們還是先想辦法付清數百萬訟費再說吧。變成宣讀及辱華鬧劇，結果自作自受，議員美夢成空，高薪厚祿化為泡影。要怪只能怪自己太白痴。這道涼瓜炒鮮魷，堪稱司法機構近年難得一見的佳作。法官稱無論釋法與否，小學雞就是小學雞，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，勉強抬入立法會也無福消受。最好笑的是兩名小學雞還在死撐，聲稱為了堅持真理，守護香港的文明制度，即使傾家蕩產也會奮戰到底云云，結果都是一樣。實際上這一裁決正符合釋法精神，令人拍手稱快。事實證明，人可以得意，但不可以忘形。兩名小學雞意外獲得2.3萬選票而進入立法會，以為從此踏上青雲路，一朝得。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。梁頌恆及游蕙禎被高院裁定失去議員資格。多數香港人的第一感覺是活該，第二感覺還是活該。兩名小學雞有議員不做，偏要無事生非，將莊嚴的宣誓儀式語無倫次，還沒正式坐上議員席便急於嘩眾取寵，終於弄巧成拙，雙雙淪為失業廢青，還要為巨額訟費埋單，而且連累那班議員助理也丟掉飯碗，真可謂偷雞不成蝕把米。所以說，